你知道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吗？为什么？任何事情都没有你重要。夫妻出国之前，我们俩就闪婚了。我回家等你，早点回去啊。这个韩英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替她说话？她现在是我女朋友，我让你和她保持距离。别在这自作多情了，她看不上你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谢谢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够了！承认喜欢我就这么难吗？